牌照的没有，应该不会是当厨师吧？厨师啊，怕啥？厨师是我了，还有啥嘢？啊，今天我们压力很大呢。峨眉的特色就会出亚条地开嘅种葡式啊。你要偷菜哦，爸爸完全搞不你。爸爸有你来你哦，佢讲啊做，得幸福诶，麻盖油啊酒一定会麻酒，哎，一定要麻油。我跟你讲，盖酒会赚价多的呀。而且爱食鸡酒的专家。那你这样子半路出家学厨艺，差不多就几球嘞？大概4年吧，3年到4年时间，3年半左右。你的煮菜资历完整的比张伯谦多出非常多。对，来，欢迎上位色调出菜。卡修卡修。哦哟，蓝队比较快，来我们先吃。哎喂。Hello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文阳薯坤，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我係白巧。今日当欢喜呢来到新竹峨眉啊，导演。嗯峨眉真的是跟我太有缘了。你慢讲。等一下张磊慢慢的讲，非常喜欢这个地方。先来小给下给面评审欣赏。提前呢，先来分享到的係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有没主持人好，哎，谢谢。刘师傅很好，还有非常正嘅卢子斌卢师傅，大家好。非常正啊，感觉个上服非常正，啊面好动燃刀，有点钻的很硬，这样都破音嘞。对，钻很硬这样子。好了，讲到要跟峨眉啊导演啊哦，亚导演真嘅係跟我很有缘。因为我接上春愛見來到亞導演以外呢，你會發現很多的都市人哦，有請亞嘅世外桃源，要搬出城市的話，峨眉真的是很多都市人的選擇。尤其係上擺就繞大家少解過，這個慢慢生活節是按用，到大家吼來到峨眉兩片所在，慢慢嘅生活，又慢又浪漫。好，真嘅哈，聽聽的浪漫啊呢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呢潛水站，我亞組呢算是非常特別的組合，我當時有看到。爸爸老奶也叫我來參加哦。來分享到嘅係偉清大哥和阿景浩，這個誰來的呢？哇，好可愛喲！我抬頭今天可能會很酸哦。對啊。今日我咱出面放上到非常這樣嘅表姐妹檔，拎鬼咱老問寶檔。來。好可愛喲！哎，全部有笑眯眯的夢族。我們現在聽我們這邊的好了，哎，也給爸爸帶來了比賽耶。係哦，都難得嘞。那你報名哎。捱波人啊！景浩被抓來的。就會煮，在家裡有做菜嗎？有，在家裡有做料理。有。哦，嘿，該不會是當廚師吧？廚師啊。怕啥？廚師是我了。還有啥嘢？走四川來走重串。重串。啊，今天我們壓力很大呢。峨眉的特色就會出亞條地開嘅種葡式啊。啊，我們這邊有廚師嗎？要有盤做的嗎？他是有牌照的，沒有。你喊頭數係哦。民間高手在民間嘛。啊，兩族圈厲害，我問一下吼，因為來到峨眉哦，就聽我問一下，水正嘅所在係咩？峨眉湖。峨眉湖。峨眉湖呢，條擺有人做一個太浦水庫，兩下呢因為吼也今年呢推廣然後一個油桐花種到進來，故說呢整個年底一個峨眉湖也順風嘅山上哦，全部都會看到從廿四五日嚟都係一個5色當江嘅油桐花呢。係啊，就唱高一下兩個講什麼？就魚膏吼，還有一袋筍條，還帶到峨眉。哎，這就魚膏也白啦。你推薦我去的話，因為峨眉湖哪一邊比較好拍照啊，比較好玩？他會不會不希望你去啊？大佛，他心中想說，哎，我沒有想要你來耶。但是我就是去過了。大佛那邊哈，對，還有石頭山。石頭山沒懂了。石頭山。哦，啊，你用啥嘞？喺大福光村。咁幾特別有乜嘅特色，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峨眉湖係福光村嘅下游，我哋嘅上游。水洞腔，係水牆，沿途風光非常正。真嘅。對你峨眉湖嗬，佢隻雪之湖，佢條吊橋非常嘅浪漫。還有吊橋哦。有一個吊橋哦。有人酸的咩？還有哦。還有酸的哦。懂好適去談戀愛嘅。哎呀，啊，景浩有去那邊約會過嗎？還沒有。還沒有，有先選好地點。對。對。好了，先來看一下第一次料理係乜嘅。好，
到底嘅農場地度空嘅係嘛東西咧？來看一下咯。好，等一下打開來吼，就聽我本台嘅合作哦，你係我哋最有名嘅係馬街東西咧。哇！哎呦，非常嘅街哦，你街好簡單哦，係按到糯米街。糯米街，哎，特別的品種哎，七百糖豆。他是客家人哦。好，那我們請糯米菜貼代表會主席和你溫秀如溫代表歡迎。歡迎，溫代表你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代表嘛，該係糯米街啊。對啊，这个梅鸡的鸡种是我们客家雞種，他是客家人，對都會了解。你講客家街，係講西煙呢，佢都沒做得。哦，我來個雞啦，不然哎，給台南講西煙做得。你劉總全會講。對。我談講吼，兩種嘅品種吼，從瀕臨絕種到目前好像又在復甦，係嗎？對，大概有快絕跡30年了吧？真假的？對，有30年哦。它叫康多亮糯米街。可是就是差不多民國72年的時候，有一個那個中興大學的那個李教授，老多亮糯米香，康多亮改案講，他就是特別的去研究富裕，希望是說亮案講的改了哈，考驗案講你比後生嘛，他就一直來這邊按研究，不要可惜的說這個糯米街啊哈都。蒙陰地啦，對，沒有絕跡了，很可惜啦。所以他就是在富裕中。對，給他非常的這樣的用心，來輔導了大家來講，就不要失傳。嘿，它的肉質是相當的 Q，然後不會油膩，看得出來，因為它對，相當香甜，然後很結實。你可以來嘗一嘗，然後直接就是不要沾醬，然後我們吃它的肉質的甜味。好，來，試試看，給它甜吧。非常嘅好食咯。哦，好。當甜，當結實的肉。其實哦，食雞吼，最驚嘅皮吼，油汪汪安樣。對，可是它這個完全冇愛用油汪汪的問題。好食嗎？好吃的，哈，很 Q 哈，羊肉當 Q，當結實。搓骨哎。對。就食下雞肉喺度食到啪啪肉嘅素菜，而且唔可以食嘅吧？幾隻雞都唔可以食，對不對？對。特別吃這個雞胗也唔可以食，真的好吃哈。歡迎來。認識咧，客家雞哦，真嘅客家雞哦。對。好，顧送呢叫咩鐵管就那樣嘅客家雞糯米雞嚟做料理。是。好，所以就來進行鐵管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利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鐵管呢就拿出人嘅最正統糯米嘅鐵菜，糯米雞。先來堂課堂馮師帶來馬料理。苦茶油糯米雞，苦茶油糯米雞，苦茶油咩係啲糯米菜啲嘅？係糯米農會吼培養吼，我哋產農自家做嘅苦茶油。偉清大哥，你自家做嘅苦茶油，係哦，太厲害了，一定要補一下，大家來補一下啦，不要壓力那麼大。講到補性題吼，來你最好食嘅料理來，台上都有咱最今日做嘅料理係馬雞。客家福皮雞油，你就躺到最後兩個字嗎？給吃雞油，哎，你係自家發明嘅米食哦。哦，真的。對，獨一無二的，對不對？對。哎呀，厲害了，兩組都不能厲害，用董兄來說的吼。好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。哇！好，一下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向開始！快去做，留在中華做。真的好厲害！我跟你說，只要拿出要給雞肉出來，客家人就受不了，尤其是全雞。真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後Andy有生動哎，真的，來去我那裡看一下。糯米香哦，農會吼輔導我哋作為苦茶油吼，按照刺科山苦茶油，這個茶油吼自家做，它的耐溫度吼就到250度。可能，伯謙給我一下。可以，可以。給它茶樹後，很容易被吸收，凍掉就吸收掉，這樣就會好恢復茶油，真勁呢。伯謙，那個是。哎呀，我太高溫嘛。你做的耐高溫。它耐高溫凍很，它也不會苦茶油唔會有油爆，不會啊。薑是主要是在之一哈。
尽量是来滚掉啊，因为吼，这样过分炸落去后吼，下扑的会揪起来。哦，较笨较不爱夹球了。虽然景浩是那个中餐师傅，可是我觉得爸爸好像更厉害，是不是？我你会讲啊，还会讲唔晓做啊，不好回事啦。你系做嘛个挑路啊？你家两年的你个做苦茶油，农会到农粮署辅导我哋哦，来成立一家加工室，所以去年下开始我哋有罗太农家吼，即个种系苦茶油籽啊，按那落配搭单位哦，比较向前哦去炸，经验时今开始来到这个炸。这个就是炸油，这更新鲜了。哎，要现在才好。厉害厉害快好了，几点哈？一边讲一边煮哈。对。好，家己了了，天天在弄等一下讲了，片看。等一下讲了，爸爸懂不会讲？你今天整家。好，这边又香了，这边又香了。哇！香了，好香哦，香哦。见到外皮擦擦的哦。我记得系用苦沙油啊，应该就系用麻油。麻油。麻油。哎呦，盖油是另外麻油。哎，一定要麻油。我跟你讲，盖油会赚价多的啊。谢谢，爱食鸡酒的专家。好，先放一点。哇！而且要炒比熊一下。哎，要比熊啦。嗯。哦，这个我会不行。哇！好，谢谢。先给它香，先盖起来，盖起来。哎，太薄点吗？不用。唔但像安样哦，记得咱准备动作其他嘅食材哦。来，又嘛嘅老太家小介一下。俩风 Q， 还俩风轴，俩枸杞，配色系吗？嘿，配色。这个要剥。剥一下。哦，给它酒熊真嘅冇 Q 用诶，它这个酒香不一样。这个屁还是会追流。对呀。好了，先过来啦。要天天走啊。哇，这个很补呢。糯米都这么补，真的好棒哦！你不然就会后餐饮的吗？也慢慢看，应该刚开始不是啊。听听的好哎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从我开始交女朋友。哎，没有啦，应该是从开始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对餐饮有兴趣了。哦。我本身是读电子的。电子的。对。你也是斜杠青年。哇，很厉害耶！咖比厉害吗？不要焖会比较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要把它的水分给弄干，所以它整个鸡肉会吸满它的那个苦茶油在里面。好厉害！你看得到雪玲姐认证没那么容易哦。你刚才说对，泰国维清大哥叫正批动作的小鸡。添加料哈，其实比较盐巴是多的嘞。哦，盐就好。是红豆挑米啊。其他是可以不用。其他选择起来，叫马上我冲来的哈，开始款点点啦，然后油。炒过后哈，跟油莫打拢咧，苦茶油哈，那茶高丽茶有非常对，厉害，真给那师傅，谢谢维清哥，等下都转了，我们胜利在望。好。哎呦，半罐毛嘞！哇，好了，放进去，这个放进去。哎，师傅唔会尿尿啊？不会，酒不会啦。係咪可能係川酒嘅關係啊？对，因为它本身峨眉鸡哈，本身是冻瘦，唔会配哦，给皮呀，唔会配。再放一下。哎，好，可以。哇哦，可以吗？等下马上去洗茶吗？全部洗茶。哦，最精彩的时间来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来，那你稍微塞掉吃菜。卡修。哦哟，蓝队比较快，来，我们先吃。喂。为咱爹吼，你整运动好呢。等下煮饭去滚是好的嘛？哎，滚一下好嘞，滚一下。啊，挑米挑好嘞。没有，还要放，等一下要放一点点盐巴，盐巴一点。会反，可是会嘎吗？一般是不是没有嘎痒？它那个酒放一点点盐哦，它会反干回来。哦，转嘎。对，干嘛？会干。对，好，刚才高丽坤哪个店？盐巴。非常放心。你这个差不多好了哦。差不多了嘿。哎呦，好好吃哦。嗰種係苦茶油哈，煮好後哈，一係要拌面線啊，然後面嚟叫你咪凍落去。係啊，你家要講啊，蔬菜咪好啊，哎，炒菜咪好。水凍好。我覺得景浩很細心哎，景浩係嗎？
啊，你一个一个这样子检查呢。真的真的。用心把料理做好。那你这样子半路出家学厨艺，差不多就几久嘞？大概4年吧，3年到4年之间，3年半左你的右。煮菜资历完整的比张伯谦多出非常多。对，你俩还转进煮菜的吗？周中不是？专门弄嘅料理，就炒炝炒来，炒雞肉，你下來吼，這個條魚上下比較，一煮魚都好吃。哇，你爸比你会宣传呢。这个真的会很好吃。呀，真给会懂后生。而且它慢慢收，慢慢收。而且你看看我们的副菜油是自己炸的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哟。等下水妹饼哈。等下那个姜片都可以吃。姜片都可以吃哦。可以吃，姜片可以吃，都在学哦，跟我学。太棒了！好，时间差不多了哈，倒数哦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所以就来吃可能体育馆地度乃木卡米西靠后生嘞。哇，糯米啊、豆米啊，真嘅係香幸福嘅，你看糯米嘅做的是早诶，啊又好痛好棒的，好幸福。最好是个痛。真嘅。好了，是啦，我们这纯正的去咖炸的中的副茶酥。炸的副茶油，然後也嘅菜天糯米嘅。好，加加來食看。OK，這個。我啱啱食過副叉油做嘅雞肉咧，嘿，我食個姜媽。這真的是金黃色嘅皮耶，金黃色的。好，加副茶油凍肉，你要不要吃吃看我們的薑？我有吃，個姜媽哦炒到唔會嗆誒。好食吧，桂蘭姐？好食。好食哈，不過慳好好食嘅來嚟哦。啊，對。好，來食嘅注意下。來。按吃些。謝。這樣就夠了。哦，這個酒已經保安給我還這麼香，真的是，哇哦。cái香唔香？nêu到，哎呦，又香又香，好吃哎。兩個姐姐真勁厲害。難評碗中了。好，史上最難評的哦，所以這個係非常難評的一擺。這個時間呢，先搶謝林師傅搶本分數。哎呦！啊！咩冒失招？慢慢你下，盧師傅搶本分數。真勁啦！謝林師傅前搶公平。調料吼，cái姜嘛有白豆，有cái苦茶油嘅米絲，啊調料大家姜嘛有白豆，唔過你米絲要凍好，唔過煮下淡啲嘅，做唔得香呀。啊，盧師傅咧？其實兩片梅頭春凍好，但是從前係嗰度，一片係傳統嘅方式啊，做到好穩扎穩打，其實有99分啊，但99.1哦，是正常了一點點創意。我看到你係有地位有用你係風曲啊，本來你有蓋住嘅什麼很好醬，所以就有點0.1是正差到了。其實兩片哦，春做到凍好啦。好，觀眾朋友看到一道片已經流口冷水耶，因為真嘅係。都好食，當上會打破電視機，家來試試看啦。沒關係，你來糯米啊、豆皮嘅就食得到嘅吼。接下來呢，先來看一下今日盧師傅按照用下菜雞嘅食材，帶出乜嘅自個料理教大家做咧。祝福素滷菜。哇，大家今日要做得到盧師傅好乜嘅料理咧？盧師傅，今日做嘅係豬燒蓋肉筋。哦，焗烤哎，焗烤少不了起司，起司你準備有起司，好，咁應該未有大油來撈叫做餅哦，哪個油啊？橄欖油，松露橄欖油，哦，松露橄欖油，還有乜嘅？有 tomato， 哦，小黃瓜了配色咧，哦，你睇雞肉，該用啲香菇肉，哦，香菇肉啊，等下凍簡單來做，好，搭配有啲起司粉，你係擺盤。爆一下，你係蒜絲咁樣，哦，你先嚟切雞肉。啊，有冇會用兩種嘅起司啊？
一种诶等下焗烤诶，啊一种系用个等下味道攀档。看切这个薄片，伯谦你好厉害，拜托不要再害死你的那一队了。我下次只要有轮到我的厨师帮我。没有这个啊。哦，因为好小狗不给东东了，为什么？你软化。断筋一下。软化一下。好，所以还有啲啲染胡椒粉。哦，染是红豆吼。是红豆，因为等下个起司蛋糕有咸的。哦。拍个胡椒粉，补个胡椒粉全做得。好，一点点个油。我有感觉我吃得到哎。也是系咧松露的橄榄油。哇。滴滴橄榄油都滴不到。松露橄榄油捞橄榄油有嘛个差别的？做得皮下感觉。哎，有一点点松露的味道。真的吗？我很爱松露哎。一点点。有，很浓厚哎。算浓吗？很浓，这很浓，你闻没有？已经没有橄榄油的味道啊。你要带转移哦。然后，你头发都不用电，然后煎鱼落去做咧。哦，就这么简单？哎，都简单啊。但是你豆腐哈，其实做咧，吼，可以嘛个吹料春做得变化。你又忘你，就不用忘你，又个另购都不用另购。而且重点是里面要涂那个橄榄油。哎，橄榄油。副茶油没做的。副茶油也可以。涂油的用意系到哪里？因为你今日选的是香布肉啊。哦。香布肉酱会好食啦。哎。好。因为你时间的关系啦，要先准备好咧，好准备好咧，然后呢，建议来，等下先用下来用煎的。哦。我们也是用松露橄榄油来煎吗？你不要一直想要偷橄榄油好吗？不你发言多嘞。大家有冇問題就問哦。大家就食過松露橄欖油嗎？沒有。你冇食過呢？好香。哦。主要夾嘅松露嘅香氣會走出來。記得個，你吼個煎的時節，你接縫就先不下煎。煎到樣嘅後尾，較盤啊，接縫較盤。好接縫了到盤，先煎。咁你要其實吼，就兩銀在邊過來咧。哦。好，咱都要上色，都在邊過來咧。這個我一定要吃啊！我舉咱姐看起來好凍複雜了，不過做起來凍簡單。哎，凍簡單。其實煎起來是好的啊。純皮的東西凍少啦。好，這個你切一下哈。還有一點西式的。我要真見同針掉。哎，這個小黃瓜係咪昨天沒昨天爆起了爆樓梯啊？沒做對啦，沒做對。越來越香了。而且有一些有一點焦香了，燙燙的。就在灌開咧，你要再拿出來。哇！純皮的咧，用咧起司的咧焗烤了。係啊，啱炒個等下攞去放鐵。哇！哦，剛剛因為要破後已經定型了。定型的。就下面就這得拿出來誒。然後用咧起司片。哎，你用啥？全有筍的哎哦。有。人家成個最好食。對。起司焗烤。對。哇！真緊嘅今年吼轉到福下吼，假設筍咗，筍咗轉落一個時節咯，你是做兩頭菜半雞血，然後說，哎呦，阿婆會做焗烤呢，唔是意外危險的。最精彩的時間來了，見證奇蹟的時刻。哇！哇！就是有一點點要用夫婦來煮好食。哎，一點點就溶咗咧。好。70分哈，你加強一下梅頭。幹嘛？70分。好，70分，還有另外70分。呀，落去擺盤啊。哦，還會擺盤。哎，又發了哦。有啊。美術課實踐。對，美術課實踐。哇，很有意境哎。這個是什麼呢？小黃瓜。有峨眉湖的感覺。哦，真勁呢。然後和上面的蓮花。嘿。哦，這還比起的呢。起的樣嘅。哦。它的小椅子的感覺。哦。很會耶。哇。哦。難怪我想講哦，剛剛那個竹籤怎麼搞嘅那個螺旋真的很厲害呢。哎。這樣。哇。
等下学个徐姐我闻个酱嘛。哎，又闻冇闻穿走的。那个不用跳干哦，要保护好那两个。你内行。对，等下问张博先，带不最后一。等下该用只啪啪 small 的。嘿。等下我出来真紧就糯米嘅感觉呢。真的，哪一路本太可以哈？焗燒雞肉筋，好咯。阿娘就好食咯。卡修，哦哟，蓝队比较快，来，我们先吃。哎，喂，先出题目。油通法，哦，哎，奶豆啊，油脂好豆啊。哈 ？A 係芽的葉子哦，哎 B 係種子。油通法跟鴉片有冇有油脂啊？對，油通法係有油嗎？好，先猜拳，猜拳啊！猜拳，爸爸來好誒，爸爸。我們寶丹姐哦，號稱是這個新竹拳王。我們是新竹的那個茶樹王。劍斗山跳步。有點可惜。等先選啊，因為A 呀係 B， 抽獎油啊，對。 A 呀係 B。 A 呀 B。因為苦茶油哈是用種子，所以我選 B。B。哦，當然。該大家都是在選 A 啦。好，那我們就選 B 吧。你也選 B，靠貼。 B 啦。好啦，總得啦，因為 B 就選 B 啦，我就只會選 A 啊。好，兩樣啦哈。委屈啊，委屈哈。哦嘿。答案係。該好討論嘅時間哦，我們討論出一個結果。躺着贏。那你躺着。委屈啊，委屈哈。哦嘿。答案係 B。對。你係算假吧？嘿，你油通嘅種啊，裡邊有咧70%油脂。哇。嘿，因為好潔燥，哈，有個光澤啊、耐鹼，做啲風水啊、風個免體、好防鏽、好不導電的特性啊，係我哋重要嘅工業用油啊。真的，古時候我頭髮會種到按到油桶，就會以愛嚟炸呀嘅油桶，炸油啊嚟用誒。好。跟阿勇長知識過後，我就比較排斥咯。這不用你幫忙分的，我們先自己分就可以了。八珍會痛到嗎？不會，不用擔心。都能嘅啊，大的給你。要噴啊，噴啊。好。來，這個我對大姐比較不好意思，你沒有吃到，我是選一個比較焦的。哇，維清哥也好選誒。所以剩下的小黃瓜解膩樣音，哎，你剛講說要先吃什麼的時候，他們全部吃完了。吃完了哦。好尷尬。楊曼公，請用景浩先來講。我一口全部塞下去，酸甜，然後又有那雞肉味道又跑出來，哦，很好吃。那個。爸爸更會講，我覺得那個tomato哈，嗰個小黃瓜哈，味道都大。迄陣口味嘅面蛋係嘅其實吼，係食嘅味道香，讓唔出。真的。要整個水好凍下雪。真嘅。誒，你錄音咁咪凍下雪，凍下雪。真嘅。而且厲害嘅地方嘛，哎呀，食嘅過後最多還有松露嘅香味啊。松露橄欖整個人都高提起來了。哎呀，我覺得維清哥，因為考慮過真做美食評論家嘛，你都唔會講呢。真的。係冇睇用苦茶油老師做咧，原來係放棄用苦茶油嚟做。謝謝。啊，謝玲姐咧，你感覺咧？還是都給清爽的，夏天的涼。好朋友，對，真的是夏天的好朋友，真的很開胃。但是我覺得我們兩個姐姐應該不相信哈，什麼夏天的好朋友，摸石頭，看到而已，看一看就感受一下 summer，就做得了。好啦，等一下吼，加油，因為就開始已經畢業咯，真的很緊張。不分宣制，沒錯，最關鍵的就是最杯麵一關，決定勝負嘅吼，誰來進行最杯麵一關的比賽咯？料理逢6點。涼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總鋪時，實天我做嘅料理。
喺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好，最杯米館的比賽咯，第二關呢是料理鳳綠蛋、鳳腸蛋。其實完全不是修理啊，因為你看，伊係總不是，我們這兩個又是經驗老手。對，媽媽的料理。不管係鮮多馬嘅東西，全部都變出來動火食嘅東西。先看有沒有做嘅馬菜。今日嘅題目係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。佢意思係講，佢地圖冇聽錯係豆腐嘅嘛？係。因為今日係亂，唔再做麻婆豆腐嘅先。好啊，先來猜拳好了，先來猜拳。馬上要猜桂蘭姐，老景浩。我們派出的是新竹拳王之2。來往前站。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你先先，你先，有先來的。6個，還有風嘅，還有風嘅。好，你打開來問大家吧。趕快表面。麻婆，哎呦，甜不辣，不錯哎，不錯。來，那你先，換你哦。先來的。打開來，打開。哎呦，新加坡漢堡骨。我去頭前夫。你看豆腐哦。那看你係乜啊？好。喂。我選到了，我選到豆腐。怕唔怕？哎，可以了，就走着表演，因為它算平手嘛，對不對？的吃寬的，哎，可是我要講，我們這蠻細緻的，真的，有可以哈哦。這個也可以的，沒走的哈。好，阿牛呢就發揮到講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我們桂蘭姐遲疑了一下。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的比賽嘍。米館比賽挑戰非常緊張，為什麼呢？頭前一畢業，麻婆豆腐根本就冇麻婆豆腐兩件事情，只有麻婆甜不辣，含個那個麻婆漢堡骨。亮翠有信心嗎？有。兩個時間啊，倒數計時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快去！剛好討論嘅時間哦，我們討論出一個結果，躺着贏。要慢講，這對個甜不辣吼，很多做菜的經驗，他們剛剛講，現煎啊，現什麼順序3秒搞定。那你躺着。啊，你們的嘞？非常 OK，因為呢，我們景浩給還重捕食而且給還懂不能贏，他馬上就供出，馬該會顯中馬該嗎？我現在不能跟你講，你要答應我一件事，當你看到的時間不能給我通風報信回去，君子之爭。我們吃過的米比他們兩個可是多得多了。所以現在要比吃飯。哇，這看一下，那個景浩的架勢，哎呦，哎，你係切滾刀，對，滾刀哦。爸爸們有都有天數哦，把兩個蒜頭的部分，景浩都兩個團堂地都有做過安樣的麻婆系列嘛。今年第一次嘗試。第一版有做過嗎？還是這是第一次？有做過一次啦。基龍沙弟該拍二走的容哈，廚師幫幫我。做得用哦。種菜啦。廚師幫幫我做得用哦。等下順條用來當過。我覺得也好，因為給景浩一個考驗。第一個給天意拜州，我對他是很有信心的。其實平常是有主菜概念啊，他有機械動有形式概念啊，這完全考不倒他。其實就是變化的概念嘛。現在就是你不要吵就好了。我專心看，等下跳到阿姐講。講好了。那景浩這要那個煎多久？大概炒出它的那個花椒味道出來。哦。就會把它立起來。那為什麼要用小火啊？比較不會焦掉啦。焦會苦。會苦苦的。這個可以瀝哦，亞洲的瀝哦。哦，別咯。好，你煎啊，你過來看，而家就湯到上動台上。來。哇，你看，人家唔係就咁講，人家個步驟哈，動槍。第一步先炒花椒，很香哦。還有人家皮料嘅速度真的緊緊動加呢。真的。兩位姐姐，你本身係做盤粥的係冇？沒啊。沒就李莎係做。他是有廚師。哦，有排的哈。對，好放進來。那個。先煎起來。
做麻粿内底会切个骰子安用。不是啊，我想说麻婆豆腐。哦，哎，我想说麻婆是丁的啊。有巧思，因为麻婆豆腐哦，这一颗安用。哎呀，我想说这样我才会用切丁。哇，你炒起来就是有点像麻婆豆腐的黑的啊。黑了。对。它切进去了才看到。哎呀，我想说麻婆豆腐我就切丁。仅仅系就拍二改4分呢。有哦，很厉害。我们不一定要用那个厨师帮我。对呀，就快好啦。快好了。这个好了就弄那边啦。哎，干肉有处理过吗？要。走在线走。不用的。等这样，我先等一下。它的肉要有程序的。要怎么样？要放一点点那个进去会比较好。哪个？会入口吗？一点点酱油啦。酱油一推，酱油一点点。香味麻粿去台吗？哎，香味麻粿。不用了吧？米酒的吗？胡椒粉。胡椒粉啊。哎，那就用米酒、胡椒粉，又蒜丝啊，又香油啊，葱油。给它有一点味道来了。好，你就先录，先讲落牙嘅。好。哦，连下炒麻粿。豆瓣要猪肉吗？不用。没有腌，直接炒。直接炒捞的哦，好香哦！这个有香气出来了。景浩，我们给2位姐姐的评语。不要，感觉好辣。对啊。有辣。它比较大一点。那是他们比较辣，还是女朋友比较辣？好香哦！这个有香气出来了。佩服你耶！这系用个跳下煮的那花椒油啊，开始炒嘛。哦，可以用花椒油吗？花椒油呀，用呀油。哦，花椒油会多的啊。有倒一些下去。就多一些咯，一样。对，不是红豆油哈。同音整哦。而且还很细心。啊，景浩，等一下，就买个须只有用个厨师帮我吗？等下试吃的时候需要。哇，胸有成竹。哦，还会加水哦。那娘在会转米头。那看你阿头出来吼，爸爸完全搞不腻。爸爸有娘来你吼，做得幸福诶。哦，真紧动去哦。真的。加水厉害哦，个香味很好出来。这个米头真的浓香耶。去配阿娘的时间，都是要诶。有一些糖。啊，因为豆瓣加尬通，绝配。比如讲外国买个就是人家麻辣鸭血啊，麻辣买个东西嘛，豆瓣酱啊，加汤，两买个调油，感觉有香味，它就塞美酒嘞。你做事情都塞行不塞你哈？对，我们看的想说，哎，什么时候？其实就算过。它很有阿兵哥的影子。有。真的。你狗力肯定该偏好吗？哦，你系炒麻粿？你葱了啦，我该蒜还有米。哦，咱未有炒过，逐项东西全分开来炒香样嘅，这么香哦，厉害。而且吼，甜不辣吼，那个梁个姐姐吼讲吼，就听会箭都擦擦安用，跟外批长会好选。对。啊，姐，你去谈过一个成语on到吼，胜券在握。有。哎，这个公益龙沙。这个。也要炒一下，豆瓣酱炒一下才会香。要用快二炒吗？不用，有爽快哦。哇，我跟老你的炒法有冇中庸。对呀，用啥冇中庸？去两片葱油撒到咧诀窍，是清香味。像咧像一个别个的。花椒油啊，吼，你啊都会分开来，一种东西先炒香，等下再夹起来。哎，俺这个花椒油到哪边啊？诀窍。那边。哦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油拿去炒了，豆瓣酱要炒过，比较香。哇，旁边。好，放进去。哎呦，要炒过才会香。对，炒。莫炒甜果佛哦，不要太过。哎，莫甜果佛哦，一点点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哇！等一下，椒差不多好了哦。
水起来是一滴滴这样子拿嘞。不是，它不会烧到啦，一下子，你那个没有这么快上。好了，先不一两大家炒炒，那就先狗一款呀。我看景浩哥好像在试味道喽。要给它好试味道了。好，等一下转过来好。需要厨师帮我吗？那可能清一些的。好，来，你要哪一位？2选1。雪玲姐吗？雪玲姐。好，雪玲姐。来，准备好啊哈。那我们试试味道。厨师帮我。好，继续开始。汤匙给他。汤匙。试味道。其实我觉得光看颜色就对了。汤匙。该很爆骨哦，炒到按用 juicy 是炒的。怎样？会干吗？好吃哦！做得本雪玲姐讲好食咯，不简单，但它加了2大瓢匙了，穷憨。哦，穷憨哦，30秒过去了哦。我搅匀哦，给桶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哦，那葱花不下去时候了哦。还没爽，还没吃吃嘞。哎呦，该上令动火汤呢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倒数了哦。好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要吃看最杯面一罐，哪家张嘿你的太重铺嘞？最杯面一罐嘞哦，进总会来咯，麻婆但是不是豆腐，麻婆杏鲍菇。来，先来。甜不辣。来吃看哪来。来。什么？吃看那喽。我们宝丹姐说，哎呦，怎么会没有饭呢？好香哦。芒雪吼，款个6炒嘞。酸掉。景浩，很爆骨所安用 juicy 喷汁水安用，真的很好吃。蒸饮浓厚是我的汉堡骨全部真南美这个麻婆香气，而且能吃到花椒跟小米，各位又辣。可是如果它没有配饭，这还是吃得下去吧？对，做对吧？不会到很咸，对不对？假使你讲你喺外卖嘛，应该会相信嘅。他就厨师啊。我讲你冇做过两种啊，很爆骨到麻婆更好啊。你第一次做做安用，动力好。爸爸有没？爸爸说你有没有安会做呢？对啊。怎么生出这么厉害的儿子？爸爸做什么？很好吃。你去煮过不？还是？爸爸说什么？爸爸说。你讲这煮过不还是？你用啥讲做嘞？我们景浩做的。杏鲍菇好，好吃哈。只是配饭最好啦。好吃呢，真嘅浓厚是东叉饭。来换吃蓝脆的看呐。麻婆甜不辣。你看这个甜不辣吼，我跳切个像麻婆豆腐形容哦。有用心。也是要配饭。那这个甜不辣吼，好 Q 弹哦。讲起来，因为有白火锅嘞。花椒的辣度不一样。它肉应该就系分开去炒哈，所以他们每一个的味道全部吃来。对，整个中国每一个都有变化。好吃。都懂这样的。景浩，你给2位姐姐的评语。感觉好辣。对啊。有辣。它比较辣一点。那是他们比较辣，还是女朋友比较辣？都懂后生，都懂调哈。当然哈，给今天事情呢，高分评审欣赏就好嘿。第二时间呢，先将谢玲姐抢分数。2分呢？慢慢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卢师傅抢分数。为什么？
比赛啊，哈，本来就有素养啦，对哈，比赛有素养。对。我哋讲，那个花椒别过火诶，因为啲啲腐面。有点腐诶。嘿，过火诶，我有一粒从头到尾都人讲花椒内有别过辣起来，你个倒转去很麻烦，已经过火诶啦。它的花椒粒别过火诶，啊，两边呢就整件麻婆豆腐诶。所以我的比较辣。对，你很辣，你倒转去就唔错诶。不是不用转移时候但嘞。是花椒不是不用转移，花椒因为熬豆会腐啊。腐豆。对。啊，卢师傅，你有看法嘞？第一点是这个花椒的检查了梅头，二点是咧麻婆豆腐一般称为又好又酱汁的我是讲差分嘛。因为它东西主食材特性冇强咯，你咧填不得好做咧，但是店度来讲，佢水做得好多一啲啲，用来崩盘啊，咧就用啊，你也是溜到咧酱料，啊，你啊咯梅头吼，两片它系有够解嘛，它是重点是系那道花椒有腐体一样，好酱汁少，用打少。不过而家他都是注册加动态版，桂兰姐都会切出加动厉害，真的非常漂亮。真嘅厉害，无咁简单啦，比赛总会安尼啊。不过呢，有熟有养啦。不过呢，都当好是系真嘅。我们碰到高手了。对，尤其是第一关上关啊，家你啊就出一个解酒。哎，真紧都冇选，都两行啊，做的用多该米线。对，真嘅动真掉，一个糯米鸡吼。好，今日嘅比赛呢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的元加菜券。恭喜！好。我唔怕吼，蓝翠吼今日咪做得到冻好嘅奖品哦。然后多功能哦，健康蒸煮烧烤锅。恭喜亮啥！送你哦。哇！好，先来谈看啊，了解围青泰国也拜参加心得，老太分享一下。谢谢。我启动吼，今日来去高山起用啊。安尼客家人咯大条时吼，声音看我被他煮诶，看这个煮诶哦。也就按优秀的老师教我哋哦，我今日是同我来煮呢，啲东西很有情哦，老师指导有方哦，是非常感谢，十分感谢，谢谢。恭喜！景浩呢，要不要参加心得，老太分享一下？应该是说有大概知道说怎么做啦，只是还是慢慢的煮，有老师有帮忙这样子。你太谦虚了，不用那么谦虚吧。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就已经要五子登科了。习惯嘛。恭喜！今日我们非常欢喜吼，就在分享到桂兰节吼，然后宝丹节内吼，那大家讲一下桂兰节今日参加的感想系嘛解？很不错啊。不要哭，以来第一次这样参加这个很高兴了。桂兰姐讲吼，佢系提这摆树啦吼。我碰到高手。真的没办法。开餐厅的高手。寶誕節咧？安尼學習啦，因為客家人吼，你講識道路學道路啦，有咁嘅機會吼，當難得啦。你很後生啦。所以謝謝大家啦，謝謝，也謝謝你們。謝謝。嗰時候呢，也拜來到峨眉啊，特別有前面就料理牛年，真嘅各煞不分，演技不分，南美人呀，福建嘅什麼人哦，全部都會做料理，行家全部都會食材嘅專家哦。係啊，兩時吼特別好看哦，因為高手過招，假使有喊住乜嘅吼，在地民間高手，唔是排泄，都報名參加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呢就會天天睇住家橋下來學習，一家之主天天追我，下禮拜再見。拜拜。